大家好，Ricky。咁想講下呢部韓劇啊，叫做《稻草人》。OK，咁其實咧係一個真人真事咧，基於一個連環殺人案改編嘅劇集嚟嘅。咁個故事咧其實橫跨30年嘅一個可以話咧係一啲懸疑啦嚇，查案追兇啦嚇，都有啲恩怨情仇咁一部咁嘅劇集啦。咁睇完同大家分享下。再講落去之前邀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啦，多謝你嘅支持。咁咧呢部戲咧就係叫做雙男主角啦，咁都係我中意睇嘅兩個好好戲嘅男演員啦，就係咧阿朴海秀喺裏邊咧就做一個姓姜嘅警探嚇，就係追查呢一件連環殺人案。OK， 咁而阿李熙俊咧嚇係一個姓車嘅檢察官年輕檢察官咁其實咧叫做一個雙男主角啦，即係亦正亦邪啦，係嘛，亦敵亦友嘅關係啦咁樣嘅一個故事嘅設計。OK， 咁咧亦都係講咧係基於一個咧連環殺人案。咁咧故事一開始咧已經係講緊咧就係去到現代㗎啦2019年咁講咧阿姜探員即係阿朴海秀咧已經即係一個大學嘅教授咁樣啦咁冇做警察噶啦，咁點知咧佢以前嘅舊同事又翻嚟話俾佢聽，係即係30年嘅連環殺人案咧揾到真兇啦咁樣咁於是咧就即係將個故事又帶翻去1988年嘅韓國啦。OK， 咁講佢哋就唔係喺首爾，喺啲細嘅鎮裏邊發生呢個連環殺人案。咁而阿朴海秀咧呢位姜探員咧就係負責咧呢一個即係追查呢一個連環殺人事件咁而佢哋慢慢查落去咧就發現咧其實嗰個殺人犯咧就係扮稻草人咧，就其實就埋伏喺一啲嘅田嘢係嘛，一啲田野之間咧就好中意咧偷一啲着絲襪嘅女仔經過嘅時候咧就將佢哋即係捉咗跟住就殺害咁樣。即係有呢個癖好嘅一啲變態殺人犯咁而且係做一啲連環殺人事件添。OK， 咁講下另一個男主角啦，就係姓車嘅檢察官李熙俊飾演咁其實咧就係講佢呢兩個男主角咧係細個已經認識，亦都係同學嘅關係咁同學之間當然有一啲即係欺凌嘅情況啦。咁anyway 咁已經大個咗啦，咁變成呢一種咧係即係亦敵亦友嘅關係咁由於一個係警察，一個係當時嘅檢察官，咁兩個其實相對咧係又要合作啦，但係亦都有咧一啲面阻阻嘅情況，咁係咁樣設計呢兩個角色嘅。咁而咧就講翻即係88年嘅韓國啦，咁呢一部劇集咧亦都係將成個大部分嘅時間咧就搬翻去1988年，咁其實即係嚴格上一啲懷舊嘅劇集。OK， 即係穿插住現代同埋想當年係發生緊咩事咁樣嘅一個即係方式。咁而大部分咧都係講當時1988年嘅韓國嘅情況啦。咁其實亦都反映出咧仲係一啲比較落後唔文明嘅，即係會係利用佢哋權力咧去打壓一啲異見分子啦，即係啲青年人係嘛，即係反政府青年人咧就被安插佢哋係一啲投咗共即係親北韓嘅勢力即係會用好多私刑甚至講咧檢察官咧李熙俊咧，佢哋咧都係不惜為咗破案即係以嚴刑逼供總之你認咧，咁佢就破到案。你係咪真相咧？係咪真係做咗嗰件事？係咪真正嘅疑犯？真正殺人犯咧，佢哋都唔 care 嘅即係充滿住一啲即係當時可能反映當時成個氣候咧一啲比較唔好啦、壞嘅風氣咧，或者一啲即係貪腐嘅情況咁而咧成套劇咧，佢都有即係講翻即係描述翻當年一啲嘅社會嘅狀況咁係都幾有趣嘅。咁而即係個製作亦都即係非常認真啦咁穿插住兩個時代啦。咁由於係一個查案嘅劇集啦，咁亦都充滿好多即係追兇係咪查案嘅情節啦都好緊張，係都曾經試過揾個唔同嘅犯嘅可能性咁當然最後係查唔到 ，that's why 先係講到30年後
終於揾到個犯。OK， 而嗰個犯亦都指定由呢個姜探員出山去審問佢，即係一個咁嘅結構。咁啊，其實就係一部咁嘅懸疑劇集啦，咁亦都即係好有追看性啦，因為你就好想知道當中係點樣即係犯案啦，犯案又點樣去追查啦，點樣查到又查唔到，最後亦都係一個好遺憾嘅，相隔30年嘅一個好大嘅遺憾，即係對於兩個男主角都係其實 OK。咁啊，係一部咁嘅劇集咯，我覺得係簡啲講咧係好睇。咁但係咧，其實我就覺得咧，佢有一啲成分咧，尤其是開頭到中段咧，節奏都係有啲慢嘅，即係喺我嘅角度啦。咁佢嘅故事懸疑性係夠嘅，即係嗰個迷離性係夠嘅。但係咧就係有一啲惡個情況，譬如啦我相信呢個關係應該係虛構出嚟嘅，就係嗰兩個男主角嘅恩怨情仇啊，即係由細個咧欺凌嘅關係，去到大個咧係一個咧係姜探員，係專心查案，係一個正義嘅警察，而另一邊咧車檢察官咧係一個即係不擇手段為求上位啊，為求去可以領功啊，係不惜任何嘅衰嘅方法去達到嘅目的即係呢兩個人嘅情仇。咁而亦都係有一啲咧，即係比較舊派嘅劇集設計嘅，就係講咧，即係兩個叫做家庭咧，兩個朋友敵人之間嘅關係，佢哋個 family 又有互相又有一個即係關係恩怨啊，錯綜複雜啊，即係冥冥中佢又同佢有戀情，跟住佢又原來係佢個私生女咁，即係嗰種即係比較舊式老土嘅套路嘅設計啦即係將佢哋呢一 group 人咧就即係堆埋一齊，即係咁樣咯咁呢啲係比較老土啲咁當然咧，其實都係睇嗰條大橋啦咁其實係一個橫跨30年嘅一個遺憾個遺憾咧係包括咗係冤枉咗人啦個遺憾咧就包括咗係家庭朋友之間嘅割裂啦亦都係一啲即係好多唔講得出口嘅難言之隱 OK， 咁成套劇充滿住咁樣嘅咁咧調翻轉啦咁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觀察咧，就係譬如佢係講翻咧1988年，即係好多當時社會現狀啦，當時可能社會一啲嘅壞嘅風氣啦咁亦都講緊一啲咧係一啲社會比較封建保守嘅情況咁呢啲咧其實可能咧喺我哋嘅角度咧就唔係太過明白嘅，咁但係調翻轉咧，我哋有時都會話咧，即係南韓人啦，係即係比較係啲悲情嘅民族啦，係咪可以咁理解？即係會好多自殺啊，即係好多家庭嘅分開啊，咁咧其實反而咧透過呢個劇咧，去somehow咧又好似係咪觀察到佢哋一啲嘢咧？譬如啦，佢哋會硬係有好多咧係即係難言之隱啊，好多嘅即係含冤受屈啊即係好多嘢你唔明噶啦，佢又唔講啊，咁自己谷爆啊，即係嗰啲情況下，亦都有啲封建嘅情況，就係即係可能係阿爸阿媽嘅背景啊，又會令到影響咗個仔女嘅前途啊，佢嘅發展啊，朋友對佢嘅觀感啊，即係變咗一啲好多呢啲，其實現代社會就唔需要或者我哋嘅背景，我哋嘅生長嘅環境都冇咁多呢啲咁嘅不必要嘅負擔嘅，咁但係佢哋咧其實就係充滿住啲嘢嘅即係喺度幾得意嘅一個即係領略嘅喺部劇裏邊咁 anyway 咁講翻呢個劇就係即係杜楚人呢部劇啦，即係我覺得佢係幾有追看性，同埋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咁但係就頭先講就中間就其實唔使咁長嘅十部劇，我覺得。咁當然啦，兩位男主角做得相當之好啦。咁其實不嬲我都話咧，即係李熙俊咧做奸又得，即係做忠又得。咁而佢呢部劇佢嗰個角色咧，其實係一種咧，忠同奸，你又好似係忠佢裏邊，其實又係奸，即係佢個表達咧係非常之即係出色嘅嗰個演技嚇。咁係淨係呢樣都好睇嘅，其實。
咁啊，當然即係兩個男主角做得好好啦。咁啊，整部劇咧係亦都係一啲即係懷舊啊。點解咧？因為講咧，其實1988年咧，韓國咧都係充滿住即係香港嘅明星嘅文化嘅影響嘅。其實咁呢個可能對我哋嗰個感覺係強啲啦嚇。咁 anyway，咁我覺得呢部劇咧係 OK 嘅。咁如果5粒星滿分，我係會俾3粒星。